所谓身份证的政策暂停，内政部长林佑昌也表示讲，政府赔2亿8千万，算是上好的结果咯。今仔林佑昌去立法院质询，有立委质疑讲，佮加和解金等等哦，实际上政府已经浪费14多亿，今年又佮要编6000多万来维护相关的设备。也毋过林佑昌是强调讲，这个政策是暂停，毋是取消。 因为治安的争议，无法度推动的所谓身份证持续咧卡关。内政部长林佑昌嘛表示，了2亿8千万已经是上好的结果。不过，立委认为讲，林佑昌误导民众，因为到112年年底为止，有关所谓身份证的决算有加7亿1千万，加上中央印制厂4亿1千万，还有2亿8千万的和解金，应该是14亿。 而且每一年要6000多万的医护费，这些机器你还是必须要维护，你还必须要让它维持是良好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已经终止这个计划了，每年还要花6370这个设备的维运费用，是这样的意思吗？没有终止，是暂停。内政部编6000多万的医护费，林佑昌强调讲，这是延续性的政策，政策是暂停，不是结束。当初暂停是因为2个决议，包括成立专职独立机关，还有各自专法。 确保民众的治安，听候计划若重新启用，这个设备甲消耗品一定会当用。社会对这个资讯安全的这个代志吼，有更较悬的这个要求。吼，那因为以前吼，你提倡这个数位身份证嘛，是感觉讲这是智慧国家的一个象征。自林部长接的到今嘛。 你要去努力这件代志。是，我接的时阵吼，最主要就是你处理安怎种这个咱来培养的这个经验吼，来刚好愈加愈好。林佑昌表示，当初要采购培养的金额是10亿，即马降到2亿8千万，是这2年共同拍拼的成果。针对立委质疑讲，医护费开收大条，林佑昌认为机器需要维持伫好的状态，未来要是会当使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